南区喜秋原理因为南科甲沙仑带动周边的发展，加上台北16线快速道路的连接，目前人口快速增加。原本新公里有1000外户，增加到将近1000户，因此地方对着休闲空间有真大的需求。对此，立委林俊宪、甲议员林美燕、吕维印上午邀集中央甲地方政府共同会勘，希望争取台北16线桥卡的空间活化使用。高架桥下的土地活用，在其他县市都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可以做停车、做运动休闲设施啊等等，让市民可以休闲娱乐停车之使用。那台南市的八六桥下呢，我们也希望市政府相关单位、交通局啊、教育局啊、公务局等等，能够做相关的妥善规划。那2位议员林美燕议员和吕文议员啊，他们也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那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开始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新的重划区，人口增加非常快速，在今年内大概就会突破1000户，也就是说呢，有市民迫切强烈需求的一个活动空间。那大家知道寸土寸金啊，那八六桥下是可以好好的来活用的一个休闲停车场所啊。那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加紧脚步啊，赶快再增加市民大家可以好好来利用的一个空间啊。未来我们是需要朝整体的规划，不仅在停车上面，我们再一次的把扩大。那当然，我们也利用一些空间，我们将作为一个运动器材给这些因为这个新社区当然有一些小朋友进来，所以类似像溜冰场也好了，儿童游乐器也好了，等等这些，我们也会请相关单位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加以设施，然后我们希望是整个两侧一起规划。整定案以后，我们也要求市政府能够做跨级处的一个统筹。这是一个新的重划区，从过去100多户一直成长到现在的900户，年底已经要超过1000户，所以一个里其实比一般的一个里几乎还要大。所以我们看得出人口快速的成长，相对应的四周的公共空间的不足，所以今天有这一个会勘，那也期待，也特别感谢林俊宪委员过去长期以来为地方争取了很多的一个停车场，那今天是一个延续的一个工程，那未来除了停车的需求，也因应这个亲子小朋友也能够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包括一些体健设施，让他们可以就地在这边生活方便也可以休闲方便。上午出席会勘，除了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另外交通部嘛由公路总局的副局长林聪利来代表，以及市府交通甲公务等单位。因为台北16线对永兴路到滨海公路的桥卡长达2公里长。除了去年做好一座的停车场，地方嘛希望未来会用增设运动的设施，提供民众休闲的使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